人生的路。会啊，伊平常的做人啊，你也袂甲人冤家，也袂甲人搭水果，哪有可能来帮票阿国啊咧？佮再讲，阿国啊，咪是你的亲生囝对无？会啊嘛，歹势，我毋是这个意思啊。袂要紧啦，啊，你讲嘛是事实的啊。我是咧感觉是这件代志吼，无可能单纯哦。帅啊！你人也真刁定，你歹人吼主要是爱钱尔。啊，伊去调查阿公啊，是毋是辉煌伯啊亲生囝？迄有啥物地带啦？知影？戆滴嘞！我改走，我改救人哦！哦，我实在有咧气死了我。是讲吼，这歹人嘛真奇怪，咱来送个用要死个，伊来绑票，啊，开出来100万，这歹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知，我看哦，咱要先研究看，迄歹人到底是啥物人啊？先来想办法，看要怎总伊100万较要紧啊。对吧？辉煌，你免烦恼啦，这100万哦，我会甲你斗3工啦。是啦，辉煌伯啊，明仔载吼，我会敲电话给俊英啦，看有啥物好办法无？来顺啊，啊无再拜托你啦，哦。错的，差这啦。哎呀，嘛仔，多谢。当诶，啊，这个单档的退股对咱公司有有影响无？这你放心啊，一点仔影响拢无啦。对啊，你最近的表现哦，我是看了愈来愈好。无啦，我只是尽我家己的本分啦。好。坐等诶，组长，恁茶啦。好，多谢。组长，下晡吼有一个来顺啊，较几来打电话来找恁呢，啊，搁有王董诶，啊，你甲回一下电话。我知，多谢你吼。莫遮客气啦。对啊，我今仔日吼，因着张小姐泡的茶吼，拢是分你的福啦。错当诶，你莫安尼讲啦。咱张小姐吼表现啦，煞会看你的啊。错当诶，我即马也无想要结婚啦。我离开田州乡的时阵，我就有酒抓过。一年了后，我一定要真请伢倒转去。对，所以吼，我的眼光吼看了有够准。安尼，从今仔开始，你就是头家啊！明仔载哦，你去台中分公司上班。错当诶，我较慢讲话啦，我实毋知要安怎表达。我甲咱讲吼，我一定尽我最大力量做好成绩互你看，我绝对袂互你失望的啦。俊玲啊，嘿嘿，俊玲啊，我听讲吼，迄个叫我错赛错档的啊，恭喜哦，恭喜哦！迄外口鸡拢飞起来，你知影无？迄一摆董事会议吼，大家拢挖你这边吼，你即摆有一个大胜利，你知影无？好安尼哦，嘿，鸡赛啊，鸡赛啊！你的消息哪会遮灵通啊？啊，等下歹势啦，我就算到鸡婆啦。你莫想要谦虚啊啦！哦，我嘛在感谢你咧，你介绍俊阳啊，互我用啦，所以我的业务哦愈来愈好啦。到时候我送你吼，年底就要到咧，我年底的奖金哦，互你10个月。等下啊！你对啦，知道到等下啦。好，多谢。不用担心，我要先出去。错赛！我这摆吼，真是互你惊着啊！无啦，我即摆是讲吼，嘿，错等下顺行啦。好，安尼好。错当，我送你。错等下行好。顺行呢？再见了。俊年啊，错等有甲你讲啥无？错当来讲吼，对即摆开始我就是头家啦。台中分公司一切业务吼，拢由我负责。我都接受呢。我想袂到吼，毋是我家下臭大，迄家来变凤凰啊！袂使，嘿，你捌叫我啥话啦？袂使啊！拜托的，总的，叫一个总经理一是总经理，董事长。
啊，你们才差不多，对不对？嘿嘿，总长，我拄则有听到蔡董来宣布台中分公司的代志，恭喜啊！陈小姐，多谢。我有一个代志想要甲你参详一下，什么代志啊？我想要调去台中分公司做你的秘书，唔知你有愿意找我过无？唔免啦。无啦，我意思是讲吼，台中分公司即马拄开始尔，业务也无遐尼好用啊，我无需要有个秘书啦。无我做你会计啦。安尼歹势啦。无啦，好啦，我甲你讲啦，哈，做伙来台中做秘书，嘿嘿嘿。无喏，其实你无啦，你即摆讲啥话啦？我总经理咧，总经理讲话算话，吼，来，决定。多谢总经理，多谢董事长，昨天唔该，开心出来啊！哦，夭寿哦，我头一遍哦，遮尔啊臭屁啦。其实，当天是靠袂啦，你也改袂安尼啦。以后若有啥物代志吼，咱两个应该先开会参详讨论过，再做决定啦，知无？你，哎呀，俊啊，你即摆是啥物？我讲听啦，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安尼啦。我讲，咱即摆吼，虽然讲一间新公司来讲吼，但是我甲你讲，咱来摆出谱，让人儿知道，按了传在必失，安尼吼才行气儿。哎，当然，要不要点个赞？哇！进来，喂，我俊言。啊，担当诶。啊是，我马上就过。出去啊！拄则我敲电话时阵，毋是讲咧开会，哪会遮紧就出去啊？啊，你敢无甲我来顺仔咧找伊？爱什么时阵倒转来？毋知哦。无我真麻烦你哦。你讲我有重要代志要找伊，哦，多谢你哦。最近敢真是遮无用。哎呦，人哦是挑故意无接电话啦。哎，咱即马趁钱啊呢，组长呢，啊当你是算啥？就是，那照我看，俊宁这么目睭哦是发伫咧头壳顶。恁两个吼，我无相信做爷会遮尔无情啦。来孙啊，真正要甲我气死！哪是为你好，搁对我遮尔歹？啊兰啊，到来顺啊，迄个一箍敢若插头咧。啊那我绝对袂，我唔敢啊，我绝对袂遮你受气的。啥你唔敢？莫名其妙。我，哦，在，在啊，要去迄搭。唔吃。哦，对咧。啊，后面遐物件整理你。哦是。阿爸，啊你是甲这体要创啥啦？使啊，这啥啊？无你的代志，你我来出去啦。啊。爸，啊你是甲这体要创啥啦？啊兰啊，但你嘛知影你美满以后，为着阿公向绑票去，规工烦恼到安尼戆戆，事情几碎念。我想这物件哦，先来当一换一寡现金，来甲帮助啦。袂用的啦，这是阿母互我的嫁妆呢。惠阳伯啊，伊要摕钱去上阿哥，嘛是周平甲准营去装钱啊，甲咱什么关系咧？啊兰啊，你做囡仔人咧讲话，哪会这无北长哈？啊，你是讲当年哦，惠阳伯啊，绝对好啊啦，阿爸，这件代志你讲过几百遍啊啦。惠阳伯啊，借咱的钱，咱早就还伊啊，咱即马无欠14.5年啊。哎呀，甲体出棒啦！阿兰啊，你捌听人讲过，冤亲不如骨人啦。因即摆上需要是钱啦，无别项啦。帮助嘛是要有一个限度啊，有钱出钱，咱无钱就出来啦。你啥大甲我嫁妆摕去当咧，袂用的啦。太好啦！阿兰啊，拜托，卖搁当啊甲我乱啦，我心情啊足烦的啦。迄后日啦，阿爸人有钱哦，即个将这嫁妆哦，拢也买倒转来吼，乖吼，听阿爸的话吼。请你唔通放袂记我的一生只有你，我也记在心内。丹丹，
歹势哦，我咧等真久啊。无啊，我嘛拄啊到呢。哎，坐啊。多谢。最近安怎？工课有顺利无？等等诶，我唔知影代志会变到安尼啦。袂要紧啦。不过我想要甲你提醒一下，错档的这个人，你爱较细腻。错档诶。会啊，伊真照顾我，嘛真贴补我。我即马是台中分公司的负责人呢。哦，想袂到我比伊慢一步。等等诶，这意思是？我今仔日找你出来，本来想要好好啊甲你栽培，不过即马，等等，歹势啦，我已经先答应错档诶。袂要紧啦，坐啦坐啦坐啦，人拢想要爬悬，既然那安尼，你都爱好好啊做。若有拄到啥物问题，尽量来找我袂要紧。虽然咱无法度斗阵做事业，不过咱嘛会使做朋友啊。真实的哦。当然嘛真实的，我讲话算话啦。等等，多谢你哦，我用这辈子经历啦。秋平啊，准备烧水，我要人去洗头啊哈。秋平啊，秋平，秋平啊！歹势，头家。我咧甲你叫你无听到哟。什么代志？哦，你是真休困，你今日也无心情啊做工课啊。不用紧啦，我先做到下班再倒转去。头家啊，较紧的啦，我赶时间啦。赶时间，我甲你讲，你若赶时间，你就要来低头啦，转去啦，转去啦，转去啦，安怎？你今日该等一个的哦。头家，你若是对我生气，你尽量骂我不用紧，你千万唔通对人家出气啦。秋平啊，我知你心情无好，我哪甘你？秋平啊，我知你需要钱，我虽然就无100万，你也毋过10万我阁有啦。这笔钱你先摕去，你跟我来斗相共吼。袂用的啦，头家，我袂用摕你这个钱，这个钱是你辛辛苦苦才存起来，我袂用，多谢你。哎呀，阿哥啊，性命较要紧啊，你先摕去叫人，摕去啊！头家，袂用的啦，你一边甲你收钱啊，袂用，我袂足歹势啊。不要紧啦，以后我搁讲啦，等我礼拜你小弟的性命哟。阿婆，多谢头家，这个钱我一定会还你的，多谢。不要紧，我搁写一张借条给你好啦。哎，唔免啦，啊，咱两个搁有咧想做要创啥啦？袂用的啦，我若无写借条给你，我免害心安嘞。头家，借条给你。哦，无你先倒去，吼。我先来等。钱就摕好咧，吼。哎。借条，我想秋萍无偌久就变坏了。这钱你摕去。秋萍，你哪有遮多钱？是阮头家要借来，伊讲后边这慢慢来为薪水靠。想要甲调我遮尔热心帮忙，小豪足甘心的。妈，你遐钱欠了安怎？秋萍，大家即摆生活过遐尼辛苦的，会当救咱的是遐尔，啊，即摆嫌调我遮算上还差50万。50万？啊，搁欠遐尼济钱，啊，剩3天尔，咱是要倒去欠遐尼济钱？这个主任遐毋知我都想办法无吼？我敲足侪通电话给伊，拢找无伊的人。真是天公伯也要处罚我，
这是要回家，把我带走。妈，你免烦恼，我会想办法。我明仔就来找准伊，好吗？妈，你免烦恼，我明仔就来找准伊。喂，杨经理吼，我陈俊英啦。嘿，是啦，这段时间吼，多谢你甲我斗3工啦。对啦，我过2工啊，要落去台中开分公司，你一定要来甲我捧场呢。嘿，啊好，多谢吼，好，再见。等下，代志拢办好势啊！我即摆开始哦，就准备好好做我总经理的角色。安尼真好，是讲总经理啊。好，啊，咱在台中分公司做办公室的代志，你办好未？免你讲啦，唔是我家婿来操蛋的啦。哎呀，你你讲，我的哦，你的刀啊，伊啊，规个拢穿好势啊。嘿嘿嘿。安尼啊，我即摆吼总经理对不对？我今日咧总经理办互你看卖，欣赏者，吼。等，隔壁。这了，不是，这，我即摆甲常容想起来。安怎样？即摆吼，迄个阿国啊吼，去互歹人吼绑票去啊啦。啥？阿哥去用绑票？对啊，啊是危险无啦？我哪会知影？我想起来啦，前2天来顺一直打电话来找我，一定是为着这件代志的啦。啊，组长，蔡大打电话来讲，下晡准备好50万，就会当去签约啊。会使啊无，你先去银行领50万回来啦。50万哦，嘿，好。啊，较细个呢。我知。哪拢无人接电话啦？俊英，你是安怎哈？是毋是身体无爽快？无啊。慧玲。你唔通放袂记，我也记在心内。慧玲。秋萍。你哪来啦？啊，要来你也无先敲一通电话，我通去车楼接你。你遐尔无闲，我哪敢麻烦你？秋萍，啊，你哪安尼讲啦？连来顺就开做一通电话给你，为什么你拢无爱回？秋萍，我先来介绍啦，这是我秘书姓张啦，张秘书。啊，伊。我知啦。其实捌甲我讲过，伊是你的小妹嘛。哇，原来秋萍生了遮水哦！啊，你是来台北佚佗是？张秘书啊，歹势啦，阮厝淡薄代志，请你先出一下好无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问你兄妹仔开讲者，我先出来。秋萍，来啦，再坐啦。秋萍，我实是这阵仔公司做无用的啦。我嘛是拄则这阿哥个代志啊，即摆情况到底是安怎？阮家代志，你感觉还会关系？秋萍，你哪安尼讲啦？阿哥算起来嘛是我的小弟啊，你哪会使讲迄是恁家的代志？你敢有关心过阿哥？你写一张批请来问一句，叫做关心吗？阿哥伊发生代志，我头到尾，你到底是做过啥物？秋萍，歹势啦，你莫生气啦。我拜托你甲我讲，即摆阿哥到底是安怎啦？我无想要甲你讲遐尼济，我来遮是要甲你借钱的。歹人要提钱哦，阿哥安尼有性命危险无？我甲你讲过，我无想要甲你讲遐尼济，我是要来甲你借50万。50万。